10月26号，阳谷举行蚩尤宝典落成典礼和蚩尤铜像揭幕仪式。中国民俗协会、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、山东省大顺文化研究会、贵州省苗学会的专家学者，市政协主席王志刚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贾绍勇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汪文耀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新东，市政协副主席徐书满、潘延红，市政府党组成员特邀咨询张延安，以及部分市老领导、军分区领导出席典礼仪式。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贾绍勇在铜像揭幕仪式上致辞。上古时期，阳谷是东夷集团经济、文化和军事中心。蚩尤带领九黎氏族部落在这一带兴农耕、冶铜铁、创百艺、明天道、礼教化，为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，使阳谷成为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发源地。经过2次全国性蚩尤文化研讨会的论证，确认阳谷是蚩尤首集种所在地，为东夷之都。蚩尤陵园分陵寝区和公共祭祀区2大部分，由南向北依次是陵门、蚩尤塑像、祭祀台、蚩尤殿、墓碑亭等10个建筑。蚩尤宝殿为汉代重檐宫殿式建筑，建筑面积552平方米。蚩尤宝殿的落成是扩大蚩尤文化的传播与交流，加强山东和西南各省以及海内外侨胞的联系，推动我市文化大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。